2021至2022年度陳瑞祺永門中學畢業典禮現在開始，現在歡迎嘉賓進場。而目前嘅各位大家好啊！首先喺呢度咧要恭喜各位畢業生，大家真係好耐冇見啦。今日咧亦都好高興能夠透過線上嘅形式咧喺呢度再次見到大家嘅。劉 Sir 啊，今日係一個歷史時刻喎。係啊，學校為咗配合政府嘅防疫規劃，因時制宜，首次咧就以線上嘅形式舉辦今次嘅畢業典禮。呢個咧亦都可以講可以寫永門嘅史冊當中嘅。今日嘅畢業典禮儘管喺線上舉行，但係畢業生喺學業上面嘅成功，家人、師長嘅喜悅同埋祝福，絕對係有增無減嘅。啱啊！咁而家咧就係我哋集體向2021至2022年度嘅中學畢業同學致最真情同埋最深切嘅祝福。
現在有請陳瑞祺永培中學校長張勇秀修女致辭。各位畢業生、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哋今日咧係舉行緊一個另類嘅畢業禮，咁所以咧我以下嘅致辭咧都係幾另類嘅。嗱，傳統嘅畢業禮校長致辭咧，或多或少咧都會有一啲校務報告。咁今次咧我就唔會報告校務啦。原因咧就係其實有好多資訊咧，大家喺學校嘅網頁係睇到嘅。咁我想集中喺今日咧，係同大家分享些少我對疫症嘅一啲體會咁同學我哋一齊咧都經歷咗2年半嘅疫症由2020年開始。咁最近期咧，咁就係呢5個星期咧，我哋都一齊經歷咗一啲好不一樣嘅夏天嘅。咁大家有啲乜嘢體會呢？會唔會覺得的而且確咧，我哋係進入咗一個時代？呢個時代最大嘅特色咧，就充滿變幻啊！日日都喺度變，乜嘢都喺度變。嗱，一方面咧，科技一日千里，已經係一條超速公路啦咁再加上疫症咧，哇！呢條超速公路咧變成超速中嘅超速啦，令到我哋不但只係目不暇給，甚至係手足無措嘅。咁我相信咁聰明嘅你哋咧，喺中學、小學亦都係應付咗咁多不同嘅學習上嘅需要活動比賽呢啲需要靈活應變嘅場面你大約都會明白喺一個充滿變幻嘅情景當中咧，我哋最緊要就係要學習，同人多交流分享自己嘅心態要謙虛唔能夠固執，喺集思廣益之下咧，可以做到一人計短，以人計長，於是咧就因時制宜啦。咁而家我哋經常聽到一個名詞咧，就叫動態研判，係咪啊？動態係充滿變數嘅情景係喺動之中嘅。咁喺動態當中咧，我哋不斷去規劃、去變化、去製造一個最好嘅、最適當嘅處理。動態研判嗱，咁呢一種素養咧，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係我哋喺將來嘅生活不斷要去優化同埋加強嘅。咁喺咁多嘅變化當中，我哋亦都不能夠忽略咧，有一啲東西係不能變，而且都必須不變嘅。我哋稱呢啲為核心價值。核心價值係乜嘢咧？咁如果我以一個天主教學校嘅校長嘅角度去睇咧，核心價值咧，當然就係嗰個唔變嘅嗰一個元素。咁我所講嘅係當然係以下呢一點啦，就天主永恆不變。呢個核心價值就係天主本身，因為佢唔變。佢唔變意味住乜嘢咧？意味住愛唔會變，愛係唔會變嘅。關於愛，同學喺學校都聽咗唔少。愛講嘅咧係同人哋同行，英文咧叫做 journeying together with others。與人同行咧係有好多嘅要注意嘅地方嘅，要互相包容，彼此扶持，能夠理解、逆位思維，識得體諒，甚至原諒。呢個就係與人同行啦。呢一個嘅難度係好大嘅，尤其係同我哋最熟悉嘅人，嗰啲我哋未必好埋障嘅人，譬如我哋嘅家人。我哋知道家人好愛我哋，不論我哋係點樣嘅樣，佢哋都會接受我哋。呢個呢，可能都造成咗我哋嘅任性啦。
我哋與人同行，除咗家人之外咧，都有我哋工作上嘅伙伴，甚至我哋喺街上一位司機叔叔啊，或者一位售貨員啊，或者餐廳嘅一位侍應啊，呢啲都係我哋與佢哋同行嘅對象。與人同行所指嘅係培養自己嗰份內心嘅善良，善待別人嘅嗰種用意。與人同行指嘅係時常都去追求雙贏，你好我好大家好，喺跌跌碰碰二人三足當中，大家一齊去走呢條路，呢個就係所講嘅核心價值，我哋所講嘅愛。我都喺呢處咧同大家分享少少我過去5個星期係點樣度過咗。我自己嘅電子技術係真係麻麻地，我係好需要依靠別人依靠我嘅同事咧去幫助我嘅。咁突然之間咧，我要面對嘅咧就係一切都要電子化，由入分啦、計成績啦、去決定升留班啦、開會啦、應對家長啦、買賣新書啦、收新生啦，甚至點樣去舉行2個版本嘅畢業禮，一個線上嘅，一個線下嘅，全部咧都要求我有一定程度嘅電子技巧，因為大家不能夠見面，只能夠喺網絡上去交流同埋去做規劃。我就發覺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要付出好多嘅精力去學習、去適應。咁終於咧喺同事團隊互相幫助、彼此扶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終於可以完成手上嘅工作。後來我發覺，原來當我每日收咗工，返到去修院咧，我係要面對一個咧幾乎係更加艱難嘅情景，因為家庭之中、修院之中，我哋相處嘅嗰幾位長者修女當中，我哋唔再需要講什麼電子化，我哋唔需要再以電腦為工具，我哋係一種人同人嘅互動，人同人嘅交流同埋建立關係。原來呢樣嘢個難度係唔低嘅，尤其係長者啦，喺疫症之中啦，需要特別多啦，心情啊、情緒啊或者健康狀態啊都唔會比平時好啦。喺一個咁嘅情況當中，我要去學習點樣拿捏，更加準確地、更加雙贏地、更加愉悅地、更加和諧地去一齊走呢一個家居生活嘅路。終於咧5個星期過去咗啦，咁我都為自己咧做咗一啲嘅評估，到底喺過去5個星期，我日頭一份工，夜晚一份工，邊份工更加辛勞呢？我可以同你講，原來做校長唔係一件好辛苦嘅事，但係學習好好同人相處、合作、互助互愛係非常嘅唔簡單。於是我就明白天主嘅心意，天主唔需要我哋有幾大嘅成就，多麼的成功，但天主係好高興、好鼓勵我哋能夠同行，互相砥礪，去謀取雙贏。呢個先至係人性最大嘅光輝，亦都係我哋所講嘅核心價值。好，各位同學，疫症終於會完結，但係愛永恆不變。我哋繼續努力、勇敢，一定能夠從呢一個低谷之中走出嚟嘅。咁我哋保持同人互相幫助、體諒、
一齊行。二人三足，跌跌碰碰唔緊要，透過呢啲磨合，我哋去實踐愛。好啊，好快疫症會過去，歡迎大家隨時返嚟校園揾我哋又會可以重新見面啦。多謝大家。唔該晒校長。現在我哋進入典禮中最隆重嘅儀式——頒授畢業證書。中六 A 班畢業同學陳詠琪、張卓妮、張卓彤、莊南儀、Delushlang Leona、何俊熙、余欣彤、關雨晴、黎浩雲、黎祖兒、林澤明、林正彤、林子賢、李遠生、李泳希、李泳柔、李曉柔、李泳欣、梁仲希、梁敏豪、梁雨婷、盧子軒、盧嘉善、盧賢英、莫允聰、吳家朗、吳柏文、羅子琪、蕭子婷、鄭慧欣。中六 C 班畢業同學劉卓橋、陳正熙、陳子欣、陳志力、陳樂軒、陳子健、張慧如、詹海傑、趙子怡、趙欣琳、莊玉琳、鐘慧琪、曹俊傑、賀之敏、何欣怡、何若維、殷曉彤、游顏全、葉蔚藍、
金曉琳、江翠瑩、賴偉晴、林哲晴、李海文、梁正南、梁子欣、陸俊仁、曹嘉欣、吳日棠、潘文欣、吳卓燕、黃美鳳、鍾源。中六 S 班畢業同學陳浩然、陳澤希、陳海嘉、陳依南、周子慧、陳嘉陽、張德浩、趙君玲、蔡文浩、馮浩德、何中玉、洪曉希、葉夕琪、葉子新、郭思敏、林海琪、林玉海、劉子媛、李正慧、李錦輝、李月兒、梁由忠、李欣、李志謙、李一、盧嘉石、麥永浩、施樂恒、施樂賢、唐子雄、鄧偉豪、魏婉儀、吳子琪、胡嘉琪、胡佳欣。獲得學業成績優異獎嘅同學，中六理科班第3名魏婉儀，第2名陳依蘭，第1名洪曉希。佢哋同時獲得本學年嘅蓮花獎以及澳門霍英東基金會獎。中六商科班第3名莊玉琳，第2名梁靜蘭，第1名林哲晴。林哲晴同時係獲得本年度嘅蓮花獎。中六文科班第3名梁敏豪，第2名關雨晴，
佢哋同時獲得本學年嘅李白獎。第1名盧賢英。獲得品德優良獎嘅同學，中六理科班蔡文浩，中六商科班張慧如。中六文科班林澤明。以下宣佈嘅名單係獲得澳門基金會獎。呢個獎係頒俾本學年每個學科成績最優異嘅同學。獲獎名單：關雨晴、林子賢、盧賢英、黎祖兒、陳依蘭、金曉琳、吳子琪、林玉海、劉子媛、李月兒、馮曉希、殷曉彤、賴偉晴、何欣怡、林志晴同埋江翠瑩，恭喜以上嘅同學。跟住係畢業生代表致謝詞，分別係中六理科班李志謙同學以及中六文科班梁思婷同學。尊敬嘅校長張勇秀修女、副校長、各位修女、老師、親愛嘅同學，歡迎大家蒞臨陳瑞祺永門中學2021至2022年度嘅中學畢業典禮。我係本屆嘅中六畢業生李志謙。我叫梁思婷。自從6月19號疫情開始蔓延，隨住不斷上升嘅個案數字，同埋社會進入咗相對靜止嘅狀態，等待住我哋嘅係一輪又一輪嘅核酸檢測同埋抗原測試。面對呢啲突如其來嘅狀況，我哋由一開始嘅不知所措，再到後嚟嘅從容面對。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學會適應，更會感恩。我哋由9月開學就開始一直期待同師長們嘅謝師宴，有父母親友參加嘅畢業典禮。但係疫情改變晒所有嘅計劃，謝師宴取消咗，畢業典禮亦都改成咗線上進行，好多嘢都改變晒。但係我哋同學之間嘅情誼並冇因此而改變。人生無常，我哋更加應該要明白活在當下，更加多啲關心屋企人，珍惜同朋友共聚嘅時光。回望我哋喺永門呢個大家庭入面，我哋一路結伴同行，一同感受過成功嘅喜悅，一同品嘗過失敗嘅苦澀。喺校園嘅每一個角落，都留低咗我哋難忘嘅回憶。嗰啲生動嘅細節，嗰啲精彩嘅瞬間，都係我哋青春嘅痕跡，亦將係我哋一生之中最美好嘅回憶。感謝母校多年嚟嘅悉心培養，給予我哋優越嘅學習環境，同埋營造可展示自己嘅舞台，令我哋可以奮力去追逐自己嘅夢想，成就更好嘅自己。感謝師長們循循善誘嘅教導同埋無私嘅奉獻。當我哋感到迷茫時，你哋總會俾我哋意見同埋支持，幫助我哋應對每一次嘅困難同埋考驗。感謝工友們辛勤嘅工作，為我哋營造一個舒適嘅學習環境，令我哋可以喺呢個美麗溫馨嘅校園中成長學習。感謝嗰啲互相扶持、一起成長、一起走過重重難關嘅同學，係你哋令校園充滿住快樂同埋歡笑。更要感謝一直以嚟為我哋無怨無悔地付出，總係默默咁樣支持我哋嘅父母親同屋企人。感謝佢哋給予我哋溫暖嘅港灣同埋不斷前行嘅力量，你哋係我哋強大嘅後盾。經過咗6年中學嘅洗禮，磨去咗青春少年嘅輕狂自戀，造就咗有志青年嘅沉穩老練，褪去咗臉上嘅天真志氣，彰顯咗自我選擇嘅堅定理念。離開校園之後，希望各位同學勿忘初心，謹記鮑思高神父嘅教育理念，時刻心懷在喜樂中服務嘅精神，以愛為本，關懷社會，喺天主嘅庇蔭下為社會作出貢獻，活出精彩人生。同時，我哋喺呢度亦都好感謝一班企喺第一線嘅醫護人員、義工以及所有為疫情辛勤付出嘅人。我哋亦都要為澳門祈禱，希望可以早日走出疫情嘅困局，
大家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最後，我哋好榮幸可以代表全體永梅中六畢業同學致辭。我哋謹代表全體畢業同學再次感謝校長、副校長、修女、老師及工友，係你哋給予我哋自信同埋希望，見證住我哋成長，亦祝福各位畢業生前程似錦，鵬程萬里。多謝大家。唔該晒兩位同學，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梁傑雄副校長，佢亦都有一番説話想寄予各位畢業生。校長、各位老師、各位畢業嘅同學，大家好。梁 Sir 今日代表各位師長向畢業同學致以衷心嘅祝賀同祝福，亦都為同學打氣。咁確實，而家澳門嘅環境咧，真係好需要互相鼓勵、互相問候嘅。同學讀書10幾年，最想得到嘅，往往咧可能係100呢個數字嘅。各項嘅評核之中，100咧係圓滿嘅快樂符號嚟嘅。咁相反，0呢個數字咧，總係被厭棄、逃避、得人驚。咁但係世事難料啊，估唔到咧喺大家即將要畢業嘅時候，竟然全城齊心合力一齊去追求0呢個數字。咁祈求0嘅降臨，所以咧世事無絕對，係嘅，世事係變幻無常嘅。今年係唔尋常嘅一年，所以咧我哋應該以不尋常嘅毅力同勇氣去面對。無論係新冠嘅疫情，定係國際嘅政局，都係波瀾起伏、驚濤駭浪嘅，並唔係相對靜止狀態嘅一潭春水。咁時勢亂呢，冇乜好怕嘅。所謂亂世出英雄，英雄出少年。喺中國歷史上最亂嘅時候，好似係東周嘅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就係最多英雄受洗練嘅時間啦。孔子、老子、齊桓、晉文、周瑜、孔明等，所以我哋咧唔需要擔心而家嘅世道時局，反而要檢視一下自己是否已經準備充足，可以喺危亂嘅局勢之中把握機遇，成為社會中嘅英雄人物。英雄唔一定係要叱咤風雲、號令天下嘅一代天驕。今輪嘅疫情大家都感受到啦，平凡嘅英雄咧係默不作聲。佢哋冇時間喺討論區上邊天花亂墜，而選擇沉默地堅守崗位，靜靜咁樣作出佢哋嘅貢獻。佢哋咧就係前線嘅人員、義工啊咁樣，佢哋就係我哋市民心目中嘅英雄。佢哋蒙住臉，包到實，無名、無我、無悔。佢哋嘅工作環境咧係好熱嘅。但係佢哋嘅心腸咧更加熾熱，佢哋去到最高危嘅地方去採集樣本啦，去派送食物，去服務長者，去清潔垃圾。防疫前線啊，從來都唔係一個舒服嘅工作，唔係一啲高薪厚職嘅人嘅冷氣房。然而佢哋嘅形象咧喺我哋市民心目中卻無比光輝同埋巨大。佢哋都有可能係你哋屋企人。我哋衷心向佢哋致敬。社會咧係需要大馬力嘅發動機，但係亦都唔可以缺少細小嘅齒輪。各位同學，無論日後你哋喺社會上邊擔當任何嘅崗位，你哋都要拼出社會角色嘅責任、角色嘅專業同尊嚴。獻身服務咧係一種利他精神。未來嘅社會咧，係極為需要具備呢一種利他精神嘅人才嘅。
利他精神係未來公民嘅核心素養。每個人呢喺追求實現自我嘅同時，能唔能夠做到利他？如果你哋能夠同時實現呢，就係社會上邊最優秀嘅人才啦。秉持利他精神，對他人更有同理心。咁抗疫期間，社會有好多唔同嘅立場、唔同睇法嘅人，互相批評、指責、謾罵。咁只有發揮善良嘅利他精神，顧己及人，先能夠放低小我，以團體嘅最大嘅利益出發，為社會嘅抗疫犧牲自己一啲生活上邊嘅方便，呢啲就係利他嘅表現啦。利他亦都能夠發揮強大嘅協作能力。社會所有嘅崗位都係講求合作嘅，團體中唔容許獨行俠。今輪嘅疫情咧，各個政府部門互相合作、互相依存，先能夠發揮協同嘅作用。所以獨善其身嘅人係好難同人合作嘅，更加難去領導人去合作。只在乎個人嘅榮辱，喺未來嘅社會團體之中咧，可能只能夠擔當一啲邊緣嘅角色啦。古人咁樣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呢個咧就係利他主義嘅精髓。多一點易地而處，換位思考，多以人哋嘅利益作為一個行動嘅導向，你會更受人尊重，他人亦都會為你作出付出，成就多贏嘅局面。我哋嘅校訓在喜樂中服務，正係崇高而可敬嘅目標啊！天主經入邊有兩句，亦都希望係你充滿親切感嘅一啲説話嚇。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聰明嘅畢業同學，請你哋多啲思考呢兩句。天主係非常之鼓勵我哋為他人着想，發揮崇高嘅利他精神。以前嘅永門有竹林啊，而家嘅竹都係培養栽種喺各位同學嘅心坎入邊。竹身係虛心嘅，竹葉係謙遜向下嘅。每根竹都有佢嘅節氣。咁永門人，讓我哋一齊共勉，知足而喜樂。好啦，祝願各位畢業同學兼濟天下，啟創光輝嘅未來。多謝大家。唔該曬梁建雄副校，係啦，子欣，今日嘅線上畢業典禮嚟到呢一度都已經去到尾聲㗎咯。唔知你有冇咩感想呢？知點解呢？我有一種意猶未盡嘅感覺，真係好想親眼見到各位老師同埋同學啊！係啊，咁呢個亦都係疫情底下每一個人嘅感想同埋心聲，好想加強臨在感。咁但係正所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咁我深信我哋終有一日係能夠戰勝呢個疫情，實現咫尺相逢。而我哋嘅畢業同學今日之後亦都會各奔前程，揀自己心儀嘅大學。咁但係其實轉眼間，大家又可以同翻自己嘅朋友、師長，甚至係母校相見。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唔需要咁灰心失意。係嘅，我哋大家都係永援大家庭嘅一份子。咁多年嚟，包師公精神已經銘刻於喺我哋嘅心目中。事實上，母校同埋畢業生嘅心靈係非常接近嘅。現在就讓會祖包師公嘅精神，同埋聖母媽媽嘅助佑，伴同我哋向前邁進。